伫主日会当来敬拜你，今仔日阮要搁甲主坐倒，献上阮满心的感谢，搁一摆来领受主日救恩伫阮人逐个的心中。阮也为着阮一个月的灵命操练，阮已经进到最后一课，要安怎会当来享受安息，享受安息，以及倒转到伫你的面前，阮就要有得救的愿望。阮感谢这应允伫阮心中，阮所有学习要真正做阮的帮助。那求主你赏赐阮的属灵智慧，互阮会当明白，安静阮的心来三角来学习，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咱伫今仔日是10月最后一个礼拜，是咱教会的即个释教纪念主日。咱今年是第48年。所以咱伫2年前，是咱已经计划伫2015年，就是咱释教50周年时阵，咱教会有啥物活动啊无？咱拄好昨暗有开即个小会，新的组织已经有出来，这是今年48年，明年49，过来50年，这中间阮伫遐来，搁伫遐来思考一遍，50年咱应该爱来纪念的，伊做啥物活动的？毋望咱信任的这种子，因会当伫这计划中间有好的计划，就将这一个芳芳的者献伫主的面前。那10月嘛是咱的这个灵命操练的这个月份。今仔第4礼拜，咱咧讲到这个享受安息的最后一讲这个。咱知影这个安息是上帝伊互咱的应允，主耶稣嘛亲自伫这个马太福音第13章280讲恁若有重担背担。恁若有着磨重担的人，就就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伫旧约中间，咱拄仔所看的圣经在神，以赛亚书伊嘛甲咱讲着，得到安息到底要创啥物？因为要咱安息，佮甲活倒转的时，咱就当得到救。伊讲恁的得救在地，活倒转佮安息，恁得到快乐在地平静佮信靠。这甲咱讲着2个秘诀伫咧吼，咱较早毋来直接说讲。所以咱望会当享受即个安息，是为着会当得救吼。所以咱透过今仔已经到第4讲。第4讲中间的时，咱为头小简单复习一下吼。安息是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就已经讲，然后到伫即个10条界时，佫讲到伫新约的时，耶稣佫一摆来解说。因望讲，咱会当真正得到安息吼。但是安息的时，伊的即个源头是啥物？因为是上帝是真独一的真神，咱若倚靠伊，才会当得到安息。咱若袂当明白伊，因为咱是透过耶稣来甲咱介绍，互咱知影讲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啥。即个耶稣，伊佫为世人中间佫活证明，伊就是上帝的囝。所以咱若倚靠伊的时阵，即个源头对的时阵，咱自然顶头旧约所讲遐应允，就一定要成就伫咱的心中。包括主耶稣甲咱讲的是应允。所以讲，你若会当常常来庆祝即个上帝耶稣的基督，佫佤敬拜荣耀伊的神，这就是咱会当得到安息的即个源头。咱会当有安息无安息，要安怎看出来？咱的表现到底是安怎？你的生活若有佫较喜乐，有佫较感恩，佫较享受的时，这是基督徒有真正安息的即个表现伫咧。我毋知你对你的你整个的即个伫地面上的即个生活，你毋知感觉真喜乐袂？还是定定拢感觉真艰苦、真抱怨一大堆，也袂当喜乐，定咧受气中。你会当真正感恩袂？还是感觉讲无别人拢欠我，拢无对我好啥，拢想着家己，你自然袂当感恩。你会当享受你的即个生活无？你会当享受上帝所创造者，你会当享受兄弟姊妹中间对你的关怀袂？这是真正你会当得到安息的一个表现伫。咱第2讲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神，耶和华上帝伊到新约中间，咱真罕咧看见讲，又是袂是啥物人甲啥人讲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到伫咱地面上，将伊的心意甲咱讲啊，嘛透过圣经中间白纸写黑字，这拢袂改变。但以前无圣经，也无即个上帝册经内容，只有透过先知、祭司伫迄个所在。所以因遐咱会当看到以色列人中间，因对上帝的领受，因的回应是啥物？即个上帝嘛是咱的上帝，
咱看见有一个古约中间有6个即个复合名词吼，讲耶和华是头一讲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是讲耶和华有准备，即是讲着亚伯拉罕伊所做见证，伊要献以撒的时阵，要上帝最后一标准来讲，毋通抬落去，因为我知你已经对我的一种忠心啊。然后我为着你备办一个羊羔伫遐。既然上帝若为咱备办的是，你有感觉你的性命、你的生活中啊非常满足、甲丰富啊无？你有即种领受啊无？耶和华沙龙平安，享受平安，这是基天所有的领受。等于伫米甸人的时阵，暑假出现，甲伊讲耶和华要赏赐你平安吼。你若平安，你就会当将你所领受甲别人来分享伫咧。所以你的上帝是毋是一平安的上帝？沙龙。第三，耶和华实在是赐跟奴吼，亚利比看见迄个时代拢无公义，所以伫遐讲，伊需要耶和华做伊的拳头，做伊行正确的路，伊要找拣伊的子孙中，要找拣一个人来带咱行伊的路，就是弥赛亚出现了。所以就讲耶和华赐跟奴，耶和华是我的义吼。第四讲耶和华拉法。当以色列人伫埃及，伫即出埃及的时阵，伫旷野地方无水的时阵，去食着看到一骨水，竟然是苦的。耶稣就爱摩西将一个柴箍甲弹落去的时阵，迄个水就变做甜的。透过即个新约的时阵，上帝甲即以色列人搁一摆提醒讲：你若是相信我，照我的律法，照我的律例安尼去行的时，我就要祝福伫恁的顶面。以色列人有即个病，拢袂临到伫恁的身上。所以你要讲耶和华拉法，耶和华上帝是医治安慰的上帝，互咱得到健康。第五个是讲耶和华尼西，以色列人伫即个旷野的时，亚玛力人来攻击因，摩西就爬去山顶，双手举起来求上帝帮助的时阵，以色列人就太赢，等于手伸放来时，以色列人就太输啊。所以即个阿伦甲何尼就去帮忙，甲伊手甲拆掉了，不爱互放落来。果然以色列就一直太赢吼，到最后甲亚玛力人规甲灭掉去。所以伫遐讲耶和华尼西吼，耶和华是我的胜利的即种旗啊，代表耶和华是得胜，互咱会当过着得胜，有即个气力伫咧。最后讲耶和华的即个沙马吼，是要以西结书的最后一节伫遐咧来讲。当咱看以色列的时，咧讲到即个以色列人为什么受着刑罚，还是受你灭国，就是因为背弃上帝。但是上帝无离开因，搁互因望，要搁倒转来，最后是新天新地出现，内底有新的耶路撒冷。讲偌大偌细，拢讲到最后讲即个以色列就伫遐来讲耶和华什么？就是讲耶和华临在伫即个所在，耶和华甲咱三个同在。当咱相信的上帝，就是以色列人所相信即个上帝是共款的。因为即种领受，咱毋知有即种领受无？耶和华上帝，你有感觉伊有为着你备办啊无？毋是你想袂，是你需要。耶和华上帝要甲你备办。耶和华有享受你平安啊无？耶和华是安尼教你行正确的路啊无？耶和华是安是你的医治者，你的安慰者？耶和华是安尼，互你得胜，互你有气力。耶和华是安尼，甲你同在伫咧。你相信的耶和华上帝是即种的上帝是，伊就是你的牧者。你哪参与羊，是着伊照顾，毋是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伫咱的休闲的时间的时，嘛是共款。意思就是要你得到安息。即个安息，毋是咱身躯咧讲的身躯安息，咱是全人的安息，身心灵拢会当得到安息。这是第二讲咱所看的。第三讲是咱讲享受节期节庆的时，咱伫遐学习讲，犹太人所有的节拢是上帝伫遐来家己定的，所有属灵的意义伫咧。咱应该活出伊这意义咧。虽然咱无守即个以色列人的即个节期甲伊做伙，但是伊的节期就是咱爱为着即个思想。像我搬过节，规个民族重新为奴隶伫即个埃及，诚做一个自由，家己会当掌握。咱的民族是伫时安尼。有人讲啊，这是光复节；有人讲是啥物节？不管你会当，我感觉更较重要是，你会当对即黑暗的世的中间得到头帮。迄就是咱的搬过节伫咧。伊的大了节，伊的即个赎罪节，这拢是伊的分扫角的节。这咱无一定爱共伊共日子，但是伫咱的生命中间，你有这个节期伫咧无？这节期背后有意义，咱甲活出来。
啊是咱讲咱伫咱华人的这种节义中间的时，咱无必要去闪避伊，咱会当甲转化这个，互伊有即个属灵的意义伫咧。像咱讲肉粽节，当你食肉粽的时，这叶啊掰开，啥物敢若咱的性命应该甲这无好物件甲掰开去。咱食这就是内底开起来看，伊是一个新造的人伫咧。有这会种的这会当转化，原来是民间无即种信仰意义，还是有迷信的意义伫咧时，咱会讲变做即个有即个属灵的即个意义伫咧。咱每一人家庭嘛，当有足侪即节日伫咧啊，咱生日啊，咱受洗礼的日子啊，咱顶头生的日子啊，结婚纪念日啊，等等遮个，咱会当透过送礼物、聚餐啊，遮个代志的时，佮邀请亲人朋友相个做的时，甚至咱会当做福音茶会佮参会，你会当透过遮个节日中间，享受着上帝甲你同在。上帝是一个有准备的上帝，上帝就是一个享受平安的上帝，上帝是带你行去的，上帝互你得胜，有即个快乐的上帝。上帝是一个医治的上帝，你有遮会当有即种领受得咧啊无？这是咱对第三课伫遐来讲着，所有节日拢是为着咱会当搁较来得到安息，会当搁较丰富，搁较真有神，会当享受即个生活的。当然已经头一即三节，咱已经知影头一个源头就是伫上帝，应该有正确的即个亲密的关系。第二，上帝就是有即几个照着以色列人所讲的。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什么安尼一直去吼，这是嘛是你的上帝，你有即种领受无？上帝要爱咱透过这节期，嘛会当搁伫迄个所在，会当感受、享受，搁较感恩，搁较喜乐，搁较丰盛的这安息的这个生活着，这是咱学习的。那今日要进行到讲，享受安息是要为着什么？是要为着得救。今日圣经在30章。第15节就安尼讲，但是咱要安怎来落实呢？咱先个来看，以色列人因失去安息，为什么会失去安息？伫今仔所读圣经在中间，搁较前咱无看，以赛亚书30章第1节开始讲起，搁较前的时讲到亚述来攻即个国家来攻击即个犹太人。迄阵的国王叫做希西家，伊无去。挖靠即独一的精神，互伊开力。以前经历过，已经知影，但是伊阁无照安尼做。伊颠倒去找即个埃及，伊找埃及王，埃及王当派兵伫遐来救伊。即时阵上帝真无欢喜，派以赛亚去甲伊讲伫以赛亚书30章第1节到第3节。伫伊会使讲，恁遮背逆的囝。恁无来求我，恁颠倒去找即个埃及，当埃及遮个兵伊会开力要争做恁的见效。恁伫伊的地面的下面颠倒，伫迄个所在要做恁的闹亏。就是讲恁去挖靠人无效啦，你应该挖靠上帝才对。然后一直进入到咱今仔所看这圣经，上帝早就甲咱讲啊，恁得救是在伫甚物？恁会当有开力在伫甚物？为什么恁无倒转来迄个所在？所以，伫遮咱会思考讲，咱是毋是与阮共款？当有人咧攻击咱的时，当咱咧软正的时阵，咱是倒转去找咱感觉迄个真勇的人来争取咱的帮助，还是咱倒转去找上帝？咱是毋是常常嘛是安尼？咱真容易来挖靠家己，挖靠别人，用搁较侪精神，搁较侪体即个努力，家己工作要做好势，因为靠我家己，靠别人伫。你莫想着讲倒转来要求。来向上帝来恳求，叫上帝来帮助咱们，甚至伫咱服侍中间，咱啥物哇，足热心，完全靠家己真热心咧服侍，结果无一定照着上帝下伫上帝心意，还是咱伫安息中间嘛是犹原是安尼，咱佫无讲真清楚，佫想讲哪会安尼？当然伫咱周末中间有夹即个1张半。拢两面拢有诶，这是为咱后礼拜开始有侍奉博览会，咱要来，请咱今仔日会甲即个炸转去，上好周末拢炸转，若无时至少要炸7分倒转去。每日灵修诶时阵，伫遐来看讲教会到底有需要啥物人，会祈祷，即啥物上帝你要找见我去诶服侍所在。为啥来开始？每年诶时参与伫服侍中间时，毋通袂记咧，一直爱去挖靠上帝。咱有即个心意真好，上帝就要使用。讲我愿意伫遮找我，但是找我了后安怎？毋是完全靠我，靠上帝来给咱帮助。咱看见失去安息，就是因为
你甲上帝关系已经无正确啊。咱看见犹太人因迄当时就是安尼。其实上帝伊甲咱讲，咱着倚靠伊。伫今仔所看即圣经节就是安尼。伊倚靠伊，咱会当得到安息。直接上帝甲咱讲两个秘密，你要安怎得救，要安怎会当，要安怎有快乐，得到快乐，甲得到救，即两个秘诀是啥？一个就是你爱活倒转甲安息，一个就是你爱平静甲信靠。咱华语版讲平静安稳，但是我后壁我开始就改做讲信靠。安稳到底安稳是叫做啥物意思？可能咱无一定真明白，但是信靠咱就真知影。我若会当真安静，搁信靠即个上帝时，我当然就得到快乐啦。我若当倒转到伊的面前，搁伫伊的心情伫遐安息的时，我就得到救啊，因为我转到伊的面前啊。即句话其实是非常简单几字啊尔，但是甲迄个真正意义甲咱讲在，秘诀甲咱讲在。你要当得救安怎倒转来甲安息，即两个是加做伙吼，毋是干那讲我安息就好啊，我倒转来就好啊，是两个拢总连做伙时吼。我平静甲信靠吼，这是互咱看见即个上帝，互咱看见即个秘诀伫咧。当咱看因百姓伫旷野时，伫遐咧拜因所金仔所去雕刻的即个牛仔吼，伫遐咧拜的时，上帝非常无欢喜，本来要带因去爱迦南地，要讲我无爱带恁遮背逆的百姓去啊。迄个时阵，摩西伫遐为着这百姓伫遐向上帝恳求，求上帝赦免。上帝甲伊讲即话，我要亲身甲你去，互你平安。你有注意到无？上帝伫遮讲，毋是讲我要甲恁亲身甲恁去，互恁平安，毋是是讲要摩西要甲摩西去，要互摩西得到平安。因为摩西真正是伫上帝，幸福伫上帝主权下面。即互嘛，有咱想着讲，像阮咱即摆台湾即个社会中间，差不多黑暗说的即异端的部分呢，充满伫咱的中间。特别来当着迄个因咧啥物妈祖咧绕境的时，你毋知迄种感受着。伊咧绕境意思是啥呢？伊咧宣布伊的主权呢。我行过所在，就是我咧掌管的。我咧想，咱基督徒嘛应该去绕境才对。掌管我宣布，咱所行的即个就是主耶稣掌管的所在。但是咱静静，咱拢无去做啥物动作。但是伊伫迄个所在，即种的时阵，咱会当安怎做无？咱会当参像摩西共款，规个百姓拢安尼背逆，但是摩西伫上帝面前为着因祈祷，佮行伫上帝所爱的时，上帝甲讲啊，我要亲身甲你去，要互你平安。摩西因为摩西就带来百姓的祝福，但是百姓若无我倒转嘛袂使，所以直接互咱看见上帝继续即个安息的呼召伫咱每所有相信伊的人即个身上。因为只有上帝才咱享受即真正即安息伫咧，嘛只有上帝内底才真正有即安息咧。所以主要说，佮一摆甲咱讲伫十一章，马太讲十一章28节到29节，咱看29节就是后壁的所在讲，我心内温柔谦顺，陪恁陪我的恶来对我学，就恁的心生活得到安息。就是因为我心内温柔谦顺啦，所以恁来陪我的担的时阵，你会当得到安息。所以上帝伊要互咱的即个透过耶稣搁一摆甲咱讲，咱伊真正要将这安息享受互咱，但是真可惜，以色列人迄阵的百姓，伊完全无倒转到伫上帝面前，因颠倒伫遐讲，无啊，我要骑马来走。我若是别人咧追我的时，无因我骑较紧的来走就好啊。但是上帝要甲伊讲安怎？伫30章的第16节到17节，拄仔读圣经在讲吼。但是恁所伫要走的时，恁人要甲恁追，一人喊话，1000人就伫遐来走；5人喊话，恁就要总啊无位人去。恁所剩的是啥？是一支即个旗仔尔，旗杆伫迄个所在，恁无通伫遐来得到救伫咧。我毋知讲到遮，因咱会当想着讲，我靠，咱家己有啥物人？其实圣经中间足侪人拢是安尼，要来倒转到伫上帝面前。但是有一个咱常常咧读的，就是雅各。旧约中间即个雅各，哇，伊的故事真多，伊欺骗来欺骗去。当然，伊的目的是啥物？咱知影，伊是为着好的，但是用方法毋对。咱看见伊一切拢靠家己。头一个，伊想要伫即个
大汉囝的名分的时阵，伊伫遐用红豆汤欺骗伊的哥哥，然后伊要想受到大囝的祝福时，伊用即个煮即个山野的即个互因爸爸爱食，然后因爸爸佫听声敢若无成，你来我骗看卖啊，结果那是大囝的味咧，手摸看卖，大囝有真侪摸，有摸啊，雅各欺骗伊，穿因哥哥的衫，然后用即个野兽的即个皮甲下咧顶头，所以因爸爸已经看袂到啊，所以用骗的用摸的，即个事咧，就是迄个所在甲祝福。雅各用欺骗的方式来得到即个大汉囝的祝福伫咧。咱看见伊搁要带即个拉结的时阵，换伊去受到即个伊的大舅仔的欺骗。你工作7年，我就将即个妹妹来嫁互你。7年了时，结婚了第2天，才发现讲即个毋是伊的太太。奇怪，加迄个1天才知影的吼。然后就讲安尼，即个毋对，我要治的是要治即个妹妹啊。伊大姑仔佫变讲，你佫做7年啦，佫总共做14年，娶了即2个某吼。这是伊换做伊去用骗去，伊是靠家己的原因。最后的时阵，伊个所在要分家，伊讲我要转去嘉南地啊。即大姑仔甲伊讲，好，无要紧，你转去。你的财产是啥？你的财产是遐，这纯的，这羊啊，这牛啊，这拢是我的。迄无纯的才是你的。无纯的看看也无几只。白就是白，乌就是乌，无迄种乌白蓝做伙。伊着想办法，伫咧饲的时，伫咧水的中间，甲下迄种乌白点点的安尼，竟然生出着点点的，大概是上帝惊的心食的款。看着水是乌点的安尼，生出来就是乌点的吼。所以伊的财产拢规加出来，加出来时伊用即种方式，用欺骗的方式，伫来得到伊的财产的。咱看见雅各即个人，伊用家己的即个用伊的方法，伫遐来咧做即项代志，但是伊有改变倒转来无？有，伊到伫即个亚伯渡口的时阵，伊伫遐甲天使伫遐来相应，伊伫遐来感受到，伊要得救，要开来，原来转到伫上帝面前，所以伊伫迄所在讲号名做以色列。以色列意思就是讲，上帝甲人甲上帝伫遐来相应的时，拢赢的意思。所以不再讲犹太人，咱其实尾仔拢讲是以色列吼。伊是犹太人，但是伊的名叫做以色列，以色列国吼。第二，伊伫迄所在，伊就伫迄起一个坛，伫迄所在来敬拜上帝，甲上帝来立约伫咧，倒转到伫上帝的即个面前来咧。所以咱看见即个雅各，虽然伊的过去中间，伊有失去伊的第十一个囝吼，就是约瑟伊上疼的即个吼。因为因的遐个囝，因的遐阿哥甲约瑟卖去，然后摕伊的衫抹即个羊的血，倒转去骗伊爸爸雅各讲，你的囝约瑟已经去互狮食去啊，去野兽食去啊！哇，约瑟真伤心。本来拢伊咧骗人的，即摆颠倒拢咧用骗共款。到伫最后，因饥荒不得已，就要到伫即个埃及去。伊去到埃及的时，但是迄个时阵就哪参像即个。以赛亚书咧讲，恁互人对恁到最后，恁拢规失败，剩一支旗仔尔定。怎啊看去，敢若约瑟性命得咧，但是所有的拢无去啊。伊所爱的即个囝儿也无去啊。然后伊也无遮财产内底通到伫即个因为饥荒的关系，所以就一直到伫即个埃及去，为头来开始啊。但是咱看见上帝阮无离开伊，伊伫遐来证明上帝信息甲即个阻碍伫咧。为什么会当安尼？咱较咱再来看讲，伊安怎会当佮继续领受到遮？但是为什么会当安尼？因为咱头拄仔圣经在内底，佮刷了迄句，第18节时伫安尼讲，耶和华因为安尼要听候来施恩惠互恁，佮因为安尼要起来怜悯恁，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听候伊的拢有福气。耶和华上帝知影咱的软性，知影咱常常会背逆伊。咱本来要互咱安息，咱无办法得到安息；本来要祝福伫咱，咱无能祝福伫。但是咱若会当悔改倒转来时，伊伫遐咧听候。上帝这是何等大恩典伫咱身上？毋是讲咱像咱人逐个讲，即个人尾后咱已经关系无去啊，你搁倒转我也袂插你啊。咱已经登记共款，但是耶和华上帝是啥呢？怜悯的上帝。
咱受到咱无公义的部分受到刑罚，但是伊个听候，咱会当倒转来。这是咱听候的一种的即个应用的，就是迄个得救在乎归回即个部分。在第五版讲得救在伫活倒转，上帝伫遐咧等，所以咱倒转活倒转到伫伊的时阵，咱甲即个安息，咱就当得救吼。咱来看即个雅各就是安尼。雅各伊伫迄个所在，伊知即个上帝对伊的即个恩典，伫遐来看，搁一摆来看去，伊12个囝儿拢三个做伙。本来约瑟是互伊的即阿兄卖去，所以当伊有关联，看到即阿兄来，伊话看哦，即当初甲我卖去，差点甲我刣死，即当你即马害啊，伫我的手中啊。咱人可能就是安尼，开始报复，但是咱看去无，约瑟伫迄个所在接来因，所以雅各看去12个即个囝儿拢和蔼，搁三个徛起伫做伙，上帝祝福到伫伊的身上。咱搁看去讲，雅各伫年老的时阵，搁伊愿会当去祝福伊遮个子孙，特别伊要祝福即个约瑟的时阵，约瑟带因两个囝，其他遐个囝虽然是真定来做伙，就已经祝福，但约瑟去到以色列人去到伫埃及的时阵，在伫遐咧见着面，约瑟将因两个囝带到伫即个雅各面前，雅各当年老要过身前时，伊目睭无啥看见啊。约瑟就将伊的大囝下伫即个雅各的正手边，想讲伊大概安尼祝福，咱看拢正手祝福是大边嘛吼，倒手已经是第二个囝，无拍算雅各祝福是伊种安尼祝福。交叉所祝福，伊嘛无看的哦，伊就安尼祝福，所以约瑟真无欢喜，讲无啦，正手这才是我的大囝啦。约瑟甲讲，上帝雅各甲讲，上帝的旨意就是安尼。所以大囝本来是玛拿西是大囝，以法莲是第二囝，但是伊安尼祝福就变做以法莲大过一个玛拿西伫了，细汉囝大过大囝。讲到遮，你毋知有想到即个雅各伊家己以前伊要抢大囝的时阵安怎做？用欺骗的等等遮方式伫咧，但是伫遮看到伊伫伊的即个孙方面的时阵，咧祝福的时阵，是上帝亲自主导遮个代志吼。但是是透过雅各伫遐做即代志吼。最后的时阵，圣经写讲，伊要死以前是换伫即个面床头伫遐来，会得个人敬拜上帝，这是以色列人因的方向。当你到最后要断开前，你阁会当伫面床伫迄个所在。来敬拜上帝，这是何等大福气一个！有即个气力，佫会当敬拜上帝。所以咱看见雅各，伊前有遮无好所在，但伊活倒转安息，伊佫伫迄个所在平静信靠。所以阮看见伊得胜，佫得到气力共款哦。所以雅各真正是经历了上帝是一个公平的上帝，竟然听候伊的，拢有即个福气一个。咱来看倒转咱家己现代即社会中间。咱即摆社会是一个完全追求自我中心的即种世代，所以咱有一条歌叫做爱拼在意啊，哦，你7分靠啥物，3分靠啥物，还是讲看咱的社会中间后现代主义即摆当咧流行，后现代主义讲的意思就是啥？就是每一个人拢有当主张，但是你袂当指定别人毋对，别人拢有自由会当伊的主意伫咧。即种现象到最后就是造成安那，即个社会无公义，无真正是非伫咧。因为每一个人拢会当主张伊家己嘛，所以拢无是非，我有立场就好，我免有是非。你有感觉咱的社会就是安尼，特别台湾非常的清楚就是安尼。当哪个咧迄个掌权的时阵，我若讲我哪个就好啊，根本免是非，我有立场就好啊。立个就是安尼。咱的社会哪会变做安尼？上帝公义到底走去倒去？即种后现代的即种主义的，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即个道德家，大家拢非常担心，伫即种时代搁发展落去，毋知要安怎。即阮咱为着即多元成家的即种条例咧讲，同性恋即个代志嘛是安尼。敢若人的意思会当来决定啥物叫做公义。啥物才叫绝对无变的代志？咱会当来改变。上帝创造人已经将真正公义，甲咱规定啊非常的清楚啊。但是咱人却伫遐想要改变，因为我自我中心，我上大共款。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形伫。当咱活伫这种时代，是咱基督徒斗地安啦。咱基督徒毋通袂记咧，咱是代表上帝的这种管家咧管理这个全地，所以咱毋是靠咱家，咱代表尔尔。所以你要靠后壁这个主人，伊互你的权，互你的正，互你的是非，互你的公义，你着照着安尼起来做的。安这是一个管家啊，管家毋是家己照家己的意思伫遐来管啊，乃是照着上帝背后迄个主人的意思，然后伫迄个所在来做。所以咱基督徒伫即种现代社会中间，咱都要敬业，啊，都要专业，但是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去遐做安尼。咱看见守安息日，即个本来意思是要伫上帝面前伫遐安息，身心灵拢得到安息。全人的安息中间，会当去领受着纪念上帝创造，纪念上帝救赎，纪念上帝未来的即个永生的愿望。等等，遮咱已经上过3课，会当知影有足侪物件，互咱会当去明白即个安息背后意义是啥物。其实，即个安息佫一个意义嘛是信靠上帝的即个表现，因为你愿意照着伊的旨意来行。基督徒的即种小信的生活吼，甲一般人无啥共款，因为咱是爱活出伊背后的一个意义，就是全人的意义。会当甲上帝来结连做伙，所以直接咱讲着，咱的小型生活至少即6点爱去咱去注意。基督徒的小型生活，伊是一个信仰生活的一部分，是要享受上帝所赏赐的即个安息，是要进入到上帝安息中间，是即要宣告咱会当专心来挖靠上帝的结果，是宣告咱是上帝所创造的，是伊伫遐来。咱伫遐来管理，咱就是伊所托的即个管家伫咧。我毋知你的修行，咱基督徒的修行生活，甲一般人的修行生活有啥物无共款无？你若无上帝即个因素伫内底时，我相信你就是甲别人拢总完全共款。你的车花沿路，你会使照家己的意爱要安怎就安怎。但是你若倒转来讲，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应该活出上帝创造我的即个生命意义的时阵，你大概就无啥共款啦。即几点就是互你思考。伫你的小人生活中，你嘛会当显明你的信仰伫倒位，然后你有享受伫上帝即安息中间。你是毋是一个信靠伊，照着伊圣经所行的伫遐咧做？咱是会袂通袂记，咱就是上帝交托的一个关键。管家无家己的意思，管家只有听后壁主人的意思伫咧。主人爱安怎，咱就安怎，毋通咱会当做到安尼的。咱经过这4礼拜中间，咱真毋茫会当去学习到，我饲毋着去啊！哦，所以咱必须要回应上帝即个呼召吼，就是咱归回安息、平静、信靠。咱才有可能咱得着头前迄个得救，甲即个快乐伫咧吼。毋茫咱伫即4礼拜中间，咱来学习，互咱真正知影讲安息，毋是就是休困拢无做代志，啊无工作，迄就是叫做安息。你有身心灵，做全人才得着安息。你若要全人得着安息，你只有转到上帝面前，有即个真正确的关系以后，你才有可能。因为安息是安怎？安息是对来讲，才会表现伫咧。是你信仰的表现，是你即个信靠的表现，会当对你的安息的生活中间来看出来。咱毋才会当互人感受到讲，你的安息是真正无共款。你有付出你的疼，结连伫上帝啊无？咱即礼拜有小组几个即地方，互咱来思考讲，你有感觉你已经是认为是活倒转安息无？还是平静甲信靠无？若无为甚物？你会要安怎会当搁较安尼，然后等等，才会望咱伫小组中间的分享，要诚济咱的明白。咱伫4礼拜中间，至少咱嘛学习着一项，咱的安息真正安息源头是对上帝来的，所以咱要转到伫伊的面前，伫所来追求甲上帝正确关系，然后咱才有办法向下面伫遐继续来发展落去。愿上帝祝福伫咱所有追求甲伊结连亲密关系，享受伊的安息的人的心中，咱同心来祈祷。
主，阮感谢你，阮透过4个礼拜的即灵命操练中间来学习，要怎来享受安息。但阮知要当享受安息，是因为阮会当甲主源头会当正确。佮了，阮的英文是，阮的得救是在伫活倒转甲安息，阮会当得到快乐是在伫平静甲信靠。求主你帮助，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间，阮真正会当倚靠伫上帝。不管是伫工作，还是伫安息的时阵，然后你祝福就临到伫阮的中间，你互阮的应允得救，甲得到快乐，就临到阮的中间。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阵阮要同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来个别阮的信仰。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对伊的受苦，等是一个死，搁活。踮伫咱中间，享受快乐。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是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只在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是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定根伫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团结疼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伫赦免。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个管理世界。有园艺、科学，搁有追求真实的心，总是人有做无用者的文书，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逃放。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间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免。